担任。洪同学蝉联101、102学年度校运200公尺、400公尺双料冠军，今年更是势在必得，就关北一娘，目标金牌3.8。全体运动员起身，掌旗者请出列。宣誓，我们为推行全民体育，以运动来锻炼强健体魄，保持身心平衡，提升运动技能，养成运动家风度，并遵守大会一切规章及服从裁判之判决。宣誓代表洪应坤，请示中华民国103年11月6日。掌旗者请入列。